南方创客基地即创生活节9日正式开幕。今年以南方岛探险营为主题，结合露营的设定概念，伫台南文化创园区举办一礼拜展览。整个展览除了呈现基地一档以来的创客作品，也规划系列讲座、工作坊甲市集。目前就是一个鼓励自己创造、跟自己创业、跟自己发想的一个时代。那我们希望能够结合创客的精神，把所有的作品让民众都能够看到。那今年的主题比较特别，是结合了一些露营跟乐龄的概念。我们希望说，在一个越高龄化，或是说我们越能够走出来，任何这个行动不便者都能够出来的时代呢，给他们更多的辅助。更多的创意的协助，让整个生活的品质能够更提升，所以有这样一个今年竞赛这样的一个创意的发想。基地今年的课程以影像环保甲露营为主题，教导校员创作互成长者轻松露营作品。总共有50名学员作品参赛，为当中选出前3名甲3位优选作品展出。现在高龄化社会就是已经是未来的趋势了。那我们希望能够让银发族呢，是能够有一个友善的露营环境，能够提供给他们一个隐私且就是安全的一个环境。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设计。之后我们还有结合一些科技，就是现在人脸识别装置，还有一些神经网络计算、物联网的技术，就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些技术的整合，让整个露营设备是能够科技化的。我们原始设计是要给银发族，还有一些行动比较不方便的人。那有这个转盘的话，他们就可以直接坐在上面或站在上面，就可以直接从比较低那个地势不平的地方直接进到帐篷的门口，那它比较可以平稳的进到帐篷里面。那我们之所以做2个呢，是因为我们的预想是一个转盘就固定在。一定会在这个帐篷门口，一个一定在地板上，就确保说，今天你不管是要从帐篷里面出来，或者从外面要进去帐篷里面，你都一定有转盘，不用再做个呼叫或等待的状况。得到金奖的作品是这款专门为单手操作者所设计的衣架，使用者只要3个步骤，就会当轻松完成披衫的过程。作品叫做快可以，它是一只单手就可以操作的省力衣架，它只需要3个步骤就可以把衣服挂起来，就像这样子，只要一压。它就可以卡住，那衣服就会撑起来，就可以挂上去。那这样子的做法是可以让很多单臂者受伤的时候，他可以很轻松的透过一只手，然后可以很方便的快速把衣服挂亮起来。这样。这出展览也结合 ESG 议题，多数展览品拢是利用回收材料，再经由创客创新卡司打造而成，实现了资源再利用的绿色环保概念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